Hello， 今期 B 嚟到中山港口，俾大家推介嘅呢個屋苑呢，就係喺香港直通巴士隔離嘅，落樓就係站點啊！咁佢呢度呢，每日超過20班車次往返香港嘅，直接喺手機 App 落單就可以訂飛噶啦，無縫連接中港兩地。榮利中港巴士南岸線即將啟用，交通非常之便利。中山港口呢邊2025年正式納入咗中山主城區嘅範圍內，未來發展潛力非常之大。食在港口，玩在港口，可以享受10分鐘嘅中山城心生活圈。屋苑周邊仲有萬民匯、上城月趴等大型嘅商圈，3分鐘就可以去到港口醫院，5分鐘可以上到高速，經深中通道往返香港。呢一度嘅衣食住行係全方面覆蓋，小區出門就有生活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飲、各種美食、休閒娛樂等等，仲有中山港口最出名嘅竹廠都喺呢一度啊！住喺呢度真係應有盡有。選擇一個住得舒適嘅靚房，唔係一味追求低價，而係要揾到一個出質繁華、入質寧靜嘅屋苑，仲可以俾到 VIP 優質服務你嘅社區。上城南岸呢度就係你嘅最高性價比選擇。落樓就有健身室、瑜伽室、飯會所、桑泳池、露營、兒童遊樂區等等，應有盡有。呢一度係精裝現樓交付，已經有超過60%嘅入住率啦。開發商承諾嘅配套呢，已經係逐漸兌現㗎，配套升級，居住嘅體驗亦都越嚟越便利啊！呢一個戶型你一定會中意啊！89個平方居然係可以做到4房2廳2衛啊！而且南北通透㗎，南向嘅景觀呢係可以直望到園林或者係泳池嘅，超級之無敵啊！入門口呢間房間係唔計面積，直接贈送俾你嘅，可以秒殺現時嘅第4代住宅㗎，得分率去到100%㗎！依家呢度搞緊活動啦，首期只需要3萬蚊啊，單價低至8字頭。如果89平方你覺得唔夠用，呢個110平方一定要過去睇睇，佢係加大版嘅89平方，做到咗4房2廳2衛，南北對流㗎，4米嘅客廳加上4米嘅大露台啊，直望園林嘅景觀喎，南向嘅，而且佢嘅樓間距非常之闊落。呢度全部都係精裝現樓啊，送埋家私電器俾你，直接可以拎包入住。而且上城南岸係萬科物業，眾所周知萬科嘅物件係非常之貼心嘅，所以我哋可以住得好安心啊！呢度總價唔使100個就可以上車啦，同樣首期都係3萬蚊。如果係你會揀邊個戶型呢？如果你哋揾到Mia，仲可以送埋個車位俾你㗎，先到先得，快啲聯繫我啦！